这才是所谓的依止上师和修苦行。现在纵然遇到生命危险，我都遵照马尔巴上师的要求，求到不共的立成大法。大力，现在在这里你修一个灰色的9层楼，加上宝顶，共10层的碉楼，修成后绝不拆除，并且传给你想要的教戒。你想要什么教戒，我都给你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上师啊，今天上师许诺碉楼修成后不用拆除，可不可以请师母作证呢？可以，行，你快去把他叫来吧。遵命。师母，就在那边。啊，你们来了。师母啊，我遵照上师的吩咐修过3次碉房，但3次都让我拆除了。第1次上师说考虑不周，第2次说喝醉了酒，第3次说脑子乱，神志不清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这次特请师母做个证人吧。我当然可以做证人，但是你上师任性，恐怕还是会反悔。本来上师修房子就是没有必要的，修好了又拆，更是没有道理。尤其是你修房子的那个山头是大家赌咒发誓的地方，恐怕会遭到报应的。但是我给他说，他也不听啊。大明白，人家请你做证人，你做就好了。我也照着所许诺的话办，谁让你来挑拨离间的呢？去吧。是的。来，还有那边。再往前，好。我再去看看那边。
啊，哎，谢谢你们。好。